民间风俗伫冬节即天会食圆仔，不过伫咧台南归仁甲关庙即寡地区，有旧历6月15过半年节食半年圆的风俗。专家讲，即个传统早期伫台湾的西南沿海地区拢通看到，即马因为时代改变，即阵较罕得看。为了传承这项文化，南关社区大学会办烧圆仔活动，要互大家重新认捌这项文化。 起头甲果菜烂好椒纹，再搁染好一块一块落去烧圆仔。有时段会甲白果菜掺红粉，讲安尼甲喜气。民间风俗冬节才会食圆仔，不过伫台南桂林关庙这个地区，会伫旧历6月15过半年节食半年圆的风俗。南关社区大学为了传承在地文化，每当伫这个时间，会去无共社区办烧圆仔体验，命世界文化佮扣倒转来。上课我才知道有这个习俗，我娘家就有在做这个。 换你语，啊，这阵嘞？这阵我没有在做。大家就期盼说这一天年终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团聚在一起啊，大家互道平安，也跟我们祖先禀报一下，说我们这半年来拢就好诶。食半年圆的风俗，向定今年已经过一半，有祈求后半冬平安顺遂。根据了解，源头对福建漳州的先民传来台湾，那伫属受台湾府志，嘛记录着烧圆仔兼庆团圆，哪像过年同款的记录。尾少伫桂林这带，在地人指出，因为古早时代姓林的人食圆仔发生意外，自此临界人伫即天就无食圆仔。今仔食圆仔过时，啊，祖先场无食啦。阮来60几天毋捌食啦。伫迄个清朝的尾仔时阵，即个礼俗已经是流传着整个台湾的西部，啊，一直到宜兰，吼，拢有即个记录啊，吼。咱读得到的是讲6月初一咧食半年，但是慢慢即个过程中乾隆的时阵，又慢慢转化做是6月15，啊，总是讲到清朝尾仔的时阵，日本人来的时的记录。港业社会这项文化渐渐失去，地方文书工作者到当收集济资料，争取这项风俗列入市定民俗保存。上重要是因毋望通代代相传，在地人会当当年拢来食半年圆，这更加重要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